求大王賜罪，千萬不要殃及無辜。臣妾魏氏求見大王，臣妾有罪，求大王赐罪。求大王千万不要殃及无辜。魏夫人，夫人还是请回吧，大王不会见你的。既然大王不肯见我，求大监代我呈上这封血书。夫人为何要为难老奴啊？大王从来不把这种割破手指撒点血的东西当作诚意。既然大王不肯见臣妾，又不肯看我的血书，那我只好跪死在这儿了。那请魏夫人自便。八子，公子华，八子请留步。樱花有话要说。母亲大錯已著，覆水難收，更曾屢屢為難八子，望八子寬厚慈悲，不要與他計較。大王若不計較，羋月自然不會計較。謝夫人寬厚慈悲，櫻花來日定投之以桃，報之以李。凭這麼幾句話就想為魏夫人開脫，也太便利了吧？魏夫人與公子華雖然是母子，但真的很不一樣，還是應當母是母，子是子。樊长史病了。是。樊长史说出当年摔下台阶的事情之后，回去就病了。老奴就这事还审問了魏长史，他把事情都担下来了。他說那日看見王后在責罰國美人，於是伺機作亂，叫旁人絆倒了樊長史，想給大王火上澆油。記得當初老奴想查清此事，但因為永縣令警離遮掩，因此一直沒有查出個所以然。你曾告訴我，那羋月推測樊長史不是自己跌倒的，可後來見你查不出結果，寡人還想，那丫頭雖然聰明，但也有看走眼的時候。誰知竟有這峰迴路轉呀！樊長史這個人膽子最小，是心病，他知情不報是過，但眼下又幫着寡人查清舊案，是功。
算他功过相抵。派个好御医去给他看看吧。是。大王，永相令派人来报，说魏长史刚刚在报室里咬舌自尽了。怎么没将他看住呢？一个人一心要死，是看不住的。出去吧。是。可惜啊，她是寡人宫里最懂得腌制干果的嬪妃，以后再也吃不到她腌制的蜜杏了。魏夫人还跪在殿外吗？是，已经整整1日了。公子华也来了，华儿也来了，就跪在大殿外。到此刻也已经有2个时辰了。算了，让他们起来吧。去告诉魏夫人，让她回去好好闭门思过，痛改前非。不然，寡人再不让华儿与他相见。是。大王有旨，令魏夫人好生回宫，潜心反省，以观后效。母亲，我们回宫吧。父王准我们回宫了。